美國同埋伊朗嗰個談判咧，又出現阻滯啦。咁甚至美國就話有可能會重新啲軍事行動。當然呢啲係一種施壓嘅行動嘅機會咧，就都唔細嘅。咁喺兩者談判短時間肯定都唔會達成協議嘅。大家都最後希望呢個最後時間咧，就對將一啲壓力施加於對方咧，希望能夠達到一啲比較對自己有利嘅談判結果。咁因此嗰短時間應該咧，屬於股票市場都唔係好想見到嗰種紛爭唔能夠解決，兼及可能反反覆覆可能會變壞等等啦。呢一點對恒指當然係不利啦。咁但係另外咧，就好快脆，特朗普就同埋習近平主席咧就會面啦。咁希望能夠達到一啲傾得嚟，大家友善同埋有啲協議出嚟。呢點對個市係有帶嚟一啲嘅憧憬嘅。咁就但我相信兩者嘅談判或者見面咧，能夠達至一啲好實質性嘅一種有利嘅協議咧，就應該都唔會太大嘅機會。更有講咧，就係 NVIDIA 英偉達嗰個領導人啦，黃仁勳咧，今次就唔係缺席係去中國個代表團嘅。咁有講話會唔會 NVIDIA 咧？係對於爭取中國嗰個AI 零件啊、晶片啊等等嘅輸出咧，會唔會有阻滯咧？咁呢點其實好可能係中美雙方談判裏邊互相嘅籌碼嘅。咁中國卡一卡呢方面就希望得到一啲好啲嘅結果談判結果啦咁樣。咁整體而言咧，我就對於習普會咧喺今次嘅事情咧，希望唔會太過抱得太大嘅希望。咁對個市就中性略為偏好啲啦咁樣。但係呢啲唔能夠支持到港股咧向上好大嘅突破嘅。現時仍然喺26,000至27,000之間徘徊啦。咁就住中東個局勢咁不利，就習普會嘅談判。咁可能咧就會有啲嘅利好，咁當然咧就係關於中國啊、香港等等咧，梗係受習普會嘅談判或者見面嗰個影響係大啲咁多啦，所以略為偏好一啲啦。我相信咧27,000會係一個短時間裏面嘅阻力㗎啦，咁就向上突破唔係話冇機會，不過我覺得個機會就係短時間唔會太過大啦。咁縱觀而言咧，恒指都難以避免短時間都仍然喺26,000至27,000之間徘徊㗎啦。匯控將會發行永久後償可換股嘅證券。係15億美元啊！咁呢類嘅所謂你話債券又好啦，或者證券又好啦，佢類似一啲永續債券咁樣，咁就冇一個到期日嘅。但係咧就集到嘅資金匯控就講會將佢普通嘅營運啦，同埋普通資本，的而且確可以補充到銀行嘅嗰個資本嘅。咁對銀行當然個穩健性係有所提高啦。咁利息要俾6厘幾嘅，都屬於正常嘅，因為呢種嘅債券一旦嗰個匯控資不抵債嘅話咧，咁佢能夠收到錢係排隊排喺一般個債權人之後嘅，咁所以利息係高少少係好正常。咁呢點係會使到匯控當然俾多啲利息啦，咁係影響佢嘅盈利啦。咁不至於太大，亦都屬於係正常嘅運作之中嘅。咁但係由於佢係仍然係債券啦，除非喺特定嘅時間、特別嘅條件底下咧，先會轉換成為一個股票啊。咁因此咧，對匯控本身嘅現有股東咧，嗰個持有嘅權益咧，又唔會有沖淡嘅作用嘅。因此咧，整體嘅消息嚟講咧，都算係匯控正常嘅操作啦，同埋係由於增加咗佢本身嗰個資本咧，咁都算係一個有利嘅安排啊。咁但係都屬於唔係太大嘅分別嘅影響嘅。嗱，我哋睇翻匯控嘅股價咧，近嚟咧佢依家都140蚊左右啊，咁就冇幾耐之前咧，實際上喺12月尾咧，個股價曾經去到147、148蚊左右嘅水平嘅。
今次咧踏入3月份咧，都一路個股價去回升到接近呢個水平咧，已經係停滯不前。咁再睇翻啲技術指標咧，有一個不利嘅背馳，就顯示到轉弱，有機會喺呢個水平裏邊咧進行一啲嘅技術調整嘅。調整下方個支持位係乜嘢咧？就係3月嗰陣時有個上升裂口咧，佢裂口下方就係130蚊左右。咁再低啲嘅話咧，就係去到2月中嗰陣時個低位咧，咁就大約120蚊左右。嗱，咁呢130同120就作為我哋參考性嘅一個技術嘅支持。假設匯控嗰個長期升勢未改，未消失嘅話咧，咁呢兩個技術支持嘅水平可作為參考嘅。咁假如最近嗰個中東局勢並未話急劇地去轉壞，轉壞少少唔奇怪，市場而家漸漸都習慣咗。只要佢唔係急速嘅轉壞嘅話咧，咁130蚊應該受得住嘅。嗰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初步嗰度係第一注入去嘅。但係假如事情唔係好似頭先所講咁咧，即係話中東局勢急轉直下咧，短時間會對嗰個股市以至匯控嘅股價會有一個就好頗大嘅壓力嘅。再加上如果又不幸地特朗普同埋習近平咧個會面結果不如理想嘅話咧，咁趁機定咧都會有個沽壓。咁到時下方就支持位咧就係120，我覺得120蚊咧應該都係頗值得去入市嘅。咁因此咧就大家參考下130蚊啦，同120蚊呢兩個水平啦。快手嗰方面就全會分拆佢旗下嘅影片生成嘅大模型啊，咁就有講話係甚至之前會再有一啲嘅集資咁樣。咁如果真係將佢呢個業務係分拆出嚟咧，更加體現到佢本身嘅價值咧，順利嘅話咧，咁就自不然就對快手本身嘅股價係有利嘅。咁就股價亦都最近嗰幾個交易日都某種程度都反映咗升咗都算係頗多嘅喺低位裏邊。咁甚至係喺3月尾嗰陣時嗰個下跌裂口咧都填補咗。咁個裂口個上方度咧大約係50蚊鬆少少咁樣啦。嗱，今日咧我哋見到個快手股價咧就升咗上去，現時都仍然有升幅嘅，升幅都係依家講咧就係5% 左右。咁不過其實係升得更加高，然後之後咧收窄個升幅。而嗰個技術指標咧 RSI 14日咧係處於超賣區咧，咁就回翻一啲，似乎都係正常。咁如果基於頭先所講嘅，真係能夠分拆成功嘅話，呢個基本嘅因素嘅反應嘅話咧，咁應該快手後續仍然係股價有向上望嘅空間嘅。咁但係短時間由於升咗幾個交易日啦，咁就可能會有一啲嘅回吐啦。個回吐假設咧就係讓我哋用50蚊作為一個判斷啦。如果維持到50蚊上邊咧，就今次其實比較順利地可以再升上去嘅。咁唔好彩跌翻落嚟，當然呢今次就係一鋪玩完啦。咁但係我相信利好嘅機會比較大嘅。我建議咧就係話係趁呢次個升幅收窄少少嘅時候，大家都可以着意地去入一入市嘅。咁就哪怕有多少反覆都好啦。之後咧當然大市對個別股份，包括快手本身都有一定嘅影響啦。暫時大市又唔係太大嘅明顯方向嘅。咁但係稍後快手呢個分拆業務咧，會持續地會使到快手嘅股價係受到支持。咁往後咧，佢唞一唞之後，可能係再向上飆嘅。我覺得咧就單純係呢個消息，除非佢時候就窩可啦即係失敗或者取消啦，否則嘅話咧，其實可以持續地使到快手個股價受到追捧，咁就喺50蚊上邊咧係值得吸納嘅。本人並冇持有頭先提及過嘅股份。